老婆 ，BB 豬啊，三指着地，一支相觸，聚精會神，交換身份。好犀啊！阿面啊，每日冇飲過呢啲絲凡咖啡咧，個人硬係唔閃嘅。啊，呢份文件我睇過，極度十分超級妥善。你個公司點解冇咗你啊？我1分鐘都唔得啊！總之，公司好，你們好，你們好，公司就更好。好。阿面，你琴日係咪冇加班啊？係啊，尋日去復診，所以冇加班啊。你唔加班唔使同我講聲嘅咩？我連班都冇講㗎。阿面，點解你成個都變晒？你之前都唔係咁同我講嘢嘅喎。喂，之前就有加上個班聲，跟住咧陳總漲得非常時期，你唔加班一定要同公司申請。咁我而家補翻同你申請咯。申請不被接納。三支着地，一支相觸，聚精會神，交換身份。開場。不公平，咩叫不公平啊？人哋媽媽 OT 要9點10點，你唔係復診就去罩超聲波，再唔係就感冒攰喎，練晒大肚罷工，醫咗你啦！而我唔公正，而辭去一切職務，直到永遠。